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恨爱跳故日该命运，造成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无伊来担哦。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写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。 你看，你今年形容半年啦，连从下万年鱼铺的笑容都听到咧，眼睛探错啊！也是唔差比练天暗，还蛮精神遐，头讲梦游系无？猜这个，还是奶就先休息下。唔是啊，继续练。唔确定吼。确定。 不过，输流皮，我用做的探错安多啊！你之前跟填不到太子家的小鱼，都进步的安多。哎呀，我真给你贴下面子。冇想到大家进步安格嘅，都音乐比赛经验，也喺情形看来，听众冇问题嘅啊。干咩？你真经吃到冇问题啊？那看到问题冇得事啊？ 哪个问题呀？多时间都跌啊！谢谢。等我，等我。 我请助理把你们天地类这几年的作品都收集在这里。你的创作爆发力十足，不过如果在编曲上加点电子乐的因素，就可以走比较后现代的摇滚。你觉得呢？后现代摇滚好像缺少强悍的爆发力，但更接近你的个性，你不觉得吗？ 有一种特有戏谑的嘲讽，有故作轻松的洒脱，我觉得跟你本人比较接近。你观察得很细微哎。所以你觉得我对你的未来的规划，觉得怎么样？听起来很不错啊，我想尝试看看。但是有件事，我得跟你明说。有话就直说啊，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的。 公司规定，只要签约1年，合约里有一项条件，是5年内不能谈恋爱，不能结婚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女朋友了，但是为了事业，有时是需要做一些取舍的。但是规定是死的，只要你不要太高调。 愿意把恋情地下化，公司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样对深深太不公平了吧？先不要把话说死，考虑一下吧。
金木寒，金木寒，我去，金木寒，金木寒，金木寒。做乜嘅啊？啊？阿人嗌價錢哦，嗌無錢價錢哦。哎，素梅啊，我愛友好嘅人呢，你又會真係愛用5分嘅。不過，我都會變做紅樣人了。紅樣人哦？你幾天我去搶銀行嗬？啊唔係啦，都嘅銀行 Eric 啊，佢講佢打算讓我簽約，簽約金嗬5年500萬哦。500萬哦？哎呀，哎哦，捱都唔知，應該阿瑞吃按多個錢哦。不過，我哋踩踩踏踏。哦，踩踩踏踏乜嘅呐？啊，迄因我唔係一生嘅夢想咩？也還有按好嘅機會，唔好踩踩踏踏啦。佢 Eric 講啊，假使佢簽約，5年當中總唔得談戀愛呢。不過我專心接受培訓，要表演。又會安樣咯？哎呀，真緊係哦，公山老美人哦，總得兩全其美哦。加油！吃到哦，比之前哦好太多嘞！大家哦，真見哦進步很急誒。錯噶，唔過哦，總係吃到怪怪誒，係咪講唔出來？青蔥拼圖少睇啲。冇想到你阿二公啊，真年輕人，台資啊出問題啦。先練到了。台子，你很用心啊。冇啦，我冇嘅事情啦。比賽嘅時間我都會，睇自家實時練習吧，哦。太子，你嘅書咁咩出上嚟？本下看哪啊？冇啦，小口上真嘅冇問題啦。繼續練啦。老闆咧，你哋哦，嗰樣繼續練下去哦，到比賽經驗未強樣，班同水。啊，你講到底係乜嘅問題呢？感覺你哋哦睇唔出來，你哋哦始終嘅樂器，實講人同講人嘅。誒，你下哦喺強下演奏呢，唔係哦自家表現嘅時節啦。阿瑞哥，你做得講較清楚啲嘅無？好，樂團愛唱嘅一隻聲，係你哋哦相互配合協調嘅聲，唔係傻傻人啊！啲演奏自家嘅樂器，假使你哋義工啊，唱彈喺度自家樂器嘅聲，嗰啲幫人啊，咩強樣冇吸結。阿瑞，唔好按樣結啦，你應該記擺記條天所做的啊。真經係唔曉誒，做嘛始終冇強快樂器會發出強一種聲呢？鼓手你哋啊，要用心去感受啊。乜嘅意思啊？就啊？哎呦，反正啊，唔係愛用親命鼓吼出嚟去表現的啦。唔少講兩句啦。係我團嘅學問哦，青苔哦，唉，聽人講哦，很簡單呐，愛了解哦，哎呦，有樣冇簡單呐，吼，愛用講錯冇？啊？啊，錯，啊，冇簡單啦，啊，係冇啊，不簡單對不對？
向亲舅也无了解，都带西萨我做一种嗓音，哪个意思啊？都比讲命系只假体，也个身体啊，系用206块骨头，还有超过200只关节、血液、肌肉，还有神经啊组成的。你台湾成分啊，也系有一部分无协调，你个身体啊就会不平，也系无舒爽咧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意思哦。阿瑞讲你比很多。韩国哦，乐团啊，要强壮啊，唔免吼老太子家起啲强做做得呢。太子家吼要相互配合，相互啊帮助，哎用啊创作地演奏出啊和谐快乐嘅音乐哦。阿瑞哥，我还冇问题。哎呀，唔好講談你啦，有咩啱啱紅咯？硬咩亂講哦，人家數錯上嚟，不過歇困經驗定義好咧，真係你先要付嘅差啦。阿瑞哥，唔好見針對我好冇？雖然見朋友硬見談錯，唔過哦，我會用加批嘅時間留你頭去補強嘅啊。唔夠咩讓人自家想到特別態咧？我做乜嘅真推你啊？我喺講人數錯上，到時間會影響表演，你點冇啊？迄講哦，我無法度練好，我手唔鬆腿啦。按樣手唔好去到太子家嘅啊。太子啊，有個時間哦，踢歌也係唔啦，都沒好嘅事情啊，啊？太子，太子，迄比賽嘅勝負硬做咧，來，你看看哦，有加神冇？迄個無加神哦，硬聽得來解吼，嘿。阿翠，不用等就好啦。你嘅手胃痛冇？我去看醫生冇哈？冇事情啦，阿翠，冇影響啊。好啦，要條去sản婦，嗱去哦搬行李啦吼，唔歇困啦吼，喂，來去啦，我按到啊，嘿，好，歇困啦吼，出去啦，來去。阿瑞，太子嘅書敢係真經冇問題啊？我有地位笑誒。你也寫過哦，除了按硬學啦，唔通錄音講哦，天天都是虧啊。太子也係為到上嘅老民俗聽書，拿到天命嘅獎金嘛，推大家解決問題嘛。獎金？個獎金哦，像個附加嘅鼓勵啊。點都知道禮拜比賽，喺本屆都出當中哦，體會付出和諧嘅重要性啊。唔講嘅音樂哦，也係未來嘅成分。你係講拖亞拜嘅合作去了解？當然啦，了係千難度到嘅機會呢。阿麗，原來你在這。Eric，你找我？在日本，我帶的樂團烏拉天，他們也要來台北表演。烏拉天，真的假的 ？Of course。森森啊，你知道嗎？烏拉天是日本最夯的搖滾樂團呢。等一下，你說他們是你帶的 ？Yeah, of course。不優秀的樂團，我可不想帶。你看，哇，真的是烏拉天的門票哎！不要忘記哦，他們是我帶的樂團。不過我也只剩1張票了。Sorry。沒關係。阿磊，希望你可以去碰碰場。哇，還真想跟你膜拜一下，謝謝。我很希望你去看看。我一定會去的啊。非常好啊。
还有，也要给你。这个是合约，就上一次跟你谈定的，里面有清楚有一些未来的规划，包括在日本训练及曝光。我会将你重新包装，以日本为出发点，再对向中国、东南亚国际市场，你重新发亮发热的未来就在眼前。当然，也希望这位美丽的女士的帮忙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啊？还有内详细说明了所有的福利跟规定，你们研究一下了吧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回去会仔细看一下。很好，那我先走喽。哦，不要忘记要去看喽。我一定会去的，谢谢谢谢。 You're welcome， 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这样呢？看起来哦，佢真件對你真有心呢。佢聽初要認真嘅規劃你音樂嘅生涯。我哦有了佢底下啦，佢哋聲音吼真有想法，韓國其他嘅都看出我音樂核心咧。佢真好啊，總算哦，係拄到底音。韓國佢合約嘅條件咪真好啊。用嘅喏，你冇知道也係隻真好嘅機會哦。錯咧，佢 Eric 條家下講我係天數嘅係嘛嘅啊？大概吼，我哋建議啦，天初嘅行腳時運啦，做得看日本嘅天團表演，韓國平時又有電線妹皮得愛。你唔好無聊啦。嘿，你咩人放做乜嘅啊？我講嘅電線妹吼，係藝熟美啦。香油嘞，你真等你鬧呢？用白影啊？唔係行運了咩？做乜梗係面粗粗啊？誒，人樂團咧表演吼，留給世界嘅優妙音樂比賽係強人呢，韓國強一隻事件啦，因為人拄好咯。冇關係啦，佢比賽哦，有我啊、阿春怡，還有阿金妹菜啊，唔頭嘅小麥嘅啊。你啊吼，真嘅有一號冇兩號啦。陳澤啊，你唔會怪我冇意義啦吼。用唔有可能，佢種票嘅哦，係千金難買嘅。陳澤啊，有你哦，真嘅真好呢。你用的啊？唔通我去醫院本先生看啦，我數快要斷皮咧。我數用的啊？到了經伊練過啊，踢太力咧，當場又得補救金呢。大家總還無錯，唔通我去好無？真嘅啊？前途咩？拜託啦，也係遠無想通我去啊，假使算咧，我自家去啊。好啦，我平去啦。唔等我下，我去掛號。皮包本啊！你到乜嘅啊？我無帶錢啊，這樣啊，下不是哦，轉去上班。看片冇帶錢。
去倒暗抢我眼无练啊摕骨头，结果你看，自家没穷用，伊是了，无生意自家的身体。好啦，麦弟。晚安嘞。唔同人入去啊？免眼看咩？沈大志是吗？你要属肌腱发炎按严重，你还唔来本先生看？常心怡，你做乜嘅偏爱啊？你喺树根本就冇用嘅啊！你嘅偏爱就可以写错冇？拜托，哪讲我冇安尼？你要属就算中到像米菇，你嘛唔可以来本先生看啊！你妈都挨嘅咩？挨拖喺 V 度比赛啊！好啦，好的，你要本先生看啊！先生唔係要講咩？所以本書下課，當教都會好咧啊！到時候比賽都看你哦。試過一套也好，但總會伴阿水也麻煩。一擺難得有一隻機會，更希望做得好好嘅表現，推阿水正知。太極試用咧。哦。唔愛聽醫生講啊，兩件藥都好好食藥，本書好好歇困，莫硬硬講，到時候無法度上台都慘咧。好啦好啦，真見我像管家婆誒。咁咪係唔好嘅啊。好。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去守护着许下的约定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主啊，请保庇阿妹嘅身體康健，也保庇那條天公你比賽順利，保庇我唔會做差，去到太遲噶。小玉，還忙晒哦，較早對晒啊，那麼天公比賽會冇進行哦。哦。阿妹，
看一下吼，那衫裤有做脏毛的，哎，按讲，来，先给我，哎，查克摇滚屋，加！出发！等一下，阿翠，我肚子清痛，你就先念，我一边说等等我。好，都冇猜，后日嗰迄天演唱会咧，若讲具头了啊，演是唔会按紧张咧。啊，莫紧张啦，就当做练习就做得了啦吼。哎，我来等小勇，你就先去啦，好，好来，出发，哎，小勇，哎，今天来嘿，阿翠等你呢，哎，就比赛等你。小勇啊，还要记久诶，莎莎哈。好来，出发！你记得放鞋。哎呦，要放唔到咧！好，大家太高2人组也大家按后排队干家哦。查理啦，上拢解妹都是这紧张到冇咧。应该唔会啊，你记见哦，其实练习都清暗咧。那上哦，今明日听说表现个清好嘅啊。错啊，莫乱讲啦。上好了黑，查克的摇滚屋，欢迎给他出场。可能黑重伤唔拿好，那过来一半，应该重伤欢迎查克的摇滚屋。唔到，没有洗衫的，你会烧退啥？嘅，珊珊，小龙怎么还没有来啊？刚刚啊，所以说小荣拉肚子，马上会来呀。阿磊也不在，我看我上去底下好了。阿妹，你会那首曲子啊？不会，哦，那你上去没用啊。撑一下场面嘛。要有用的呢。我们南方黑西3年，也下睡了一晌。给出郑州查克的摇滚屋弃权。弃权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好，也下串都齐咧，安尼就做了转样呀。查克的摇滚屋待会要素，法术好嘅右听。等一下啊！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各位评审，比赛有规定，抢嘅选手唔放弃。之所以继续参加比赛。查克摇滚屋，你哋愿意继续参加比赛吗？愿意。
有没有音乐比赛嘅成绩已经向外释放咧？第3名是土狗仔，第2名是高毛婆。 最后，今本年嘅冠军是金刚芭比。冇關係啦，雖然你的表演哦沒侵犯咪嘅，不過你嘅 ending pose 是清風神的呀。好在哦，團體咧喺機台顯，唔係太結束啊，順係哦有福氣啊，嚇。起來！今年嘅評審有特別加一隻獎，廿隻獎係由查克的搖滾舞拿到最佳團體評審獎，還有獎品還有小黑手。 不好意思哦，我是电视台的文字记者，请问这里是查克的摇滚屋吗？对啊，请问你是要订房还是找人啊？哎，小美眉，想要请问一下哦，你们最近有没有客人住房？住房有啊。那是不是一个男的啊？长得瘦瘦的，看起来不像台湾人。你问这个干嘛？那他一个人来吗？住双人房还是单人房？他们带女人来？我不知道哎，你要做什么？阿春怡，那个事情啊？谁啊姐啊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我是想要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没有玩音乐的人住在这里？比如说唱歌的啦，弹吉他的。哦，有唱歌弹的有，还有那个吹小号，还有打鼓的哈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最近有组一个团哦，去参加比赛哦，而且最小的哦只有到国中，最大的只有到高中哦。那有多少人参加啊？哎呦，反正竞争很激烈就对了，全乡的人都有来参加哦。哎，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总冠军啊，不过哈，我们却得到一个团体奖，叫做最佳精神奖。看来 Eric 真的来这里发掘新秀的。哎，错啊！哎，那个就是我这个呀，我的侄子阿磊。阿雷，哎呦，宋梅啊，你要上天师，你出家去，冇来定係做背景啦。哎呀，佢要採訪，你咁要採訪嚟？嚟。唔會啦，嚟哦，要慢慢好採訪咧。老板娘，你误会了啦，我是要找一个来自日本的音乐人，听说他住在你这里。音乐人，人家搞音乐的，我侄子会搞音乐，而且搞得不错啊。我要找一个叫 Eric 的人。哼，宋梅啊，糗大了吧？我也没有看到他在搞音乐啊。所以他真的住在这里喽？宋梅啊，跟 Eric 哦，咩一间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啊，没算好会玩音乐的啦。哎，你是 Eric 的朋友吗？他来这里是找你合作的，还是有什么计划啊？Eric 是我们这里的客人啦。那客人来这里啊，要干嘛？要去哪里啊？我们一概不过问，所以啊，也无可奉告。Eric 来这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不如这样子好了，我来做一个关于查克摇滚舞的专题报道。主题呢是为什么一个享誉日本的音乐知名制作人会到这里来，顺便帮你们民宿打打知名度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太好了！阿丽，安尼哦，明秀跟宁卡哦会喊较多哦吼。好啦，接受采访哈。好啦。那个就随便问吧。请问你们这边的小朋友一直都学习音乐吗？有，你都不知道哦，他们学习到那个手啊都受伤。哎，太
台剧，你看，哎，你送报纸嘞？发现任何界头发烟，查克的摇滚屋，本日本地面界任何制作人，来个潮模上的专利。哎，你演员哦，去比赛的事情哦，要报头呢。你下查克的摇滚屋会疯嘞！哎，你看啊，新闻讲哦，佢 Eric 一摆来台湾哦，喺味道去前面嘅去日本发展的人呢。查克摇滚屋嘅主人也係前天地地嘅吉他手兼主唱向陽雷，係真有可能嘅人選呢。哎，係講哦，一個正經嘅哦。阿雷哥就做第個開始表演的啊！我想到這個 Eric 竟然係有名嘅任樂制作人哦，一點嘛冇唱誒。呀，看起來也冇唱自由聲啊！你做乜嘅啊？係講阿瑞哥前幾日 Eric 到日本咧，該面試咁係關門啊，到時這萬人而來學印尼啊。这是我们幸福乡特产的橘子，纯手工制造的哦，绝对不添加防腐剂，尝起来啊有幸福的味道哎。请问你和查克的摇滚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我跟查克摇滚屋的关系啊，可不是3言2语可以说完的。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，水乳交融，唇寒齿亡，缺一不可啊！那些孩子为什么会在查克的摇滚屋？他们啊，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段很可怜的故事哎。要不是春雨收留他，我看他现在还流浪在外嘞吼。所以他们和夏玉磊一点关系也没有。阿磊啊，是春怡的侄子。天地磊解散之后啊，他才回到这里，把已经倒闭的民宿重新经营起来，一个人扛起养家的责任。他们啊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可是啊，比真正的家人还要亲呢。也许我们可以立一个捐款账户，让更多人可以帮助他们，或者设立奖学金，至少让他们可以顺利把书念完。那真是太好了！我橘子啊，就先用这些橘子酱谢谢你们了。来，谢谢，不要客气啊。阿瑞，你用做的老给班记者刘马春怡，去甲空对阿瑞啊？无空啊，你记得哦，无找到请同来啦。没法度，喜欢舞台嘅人，你喜欢老年穷孩。我迄喜欢创伤啊，要喜欢舞台。不过，我无喜欢继续 spotlight， 因为继续 spotlight 要本人面色出家。唔记得过去为到乜嘅去伫舞台当吗？我哋你喜欢人，喜欢舞台，你喜欢音乐，故说唔应该唱到个细细地方，我落爱掉听听啊。聪明啊！你还着钱，然后礼物真今天送不安尼哦。我老豆记得记者请我大水姑，我娘会伫记得转去下周安用啊。我吃到清好啊！叫做因为哦，二老阿干妹啊，紧接受蔡峰的成果啊！你还比抢的还较强呢！今年哦，
会用嘅想法无几好过，不过毕竟哦，采购嘅人限较多的啊，外地哦，遐个东西哦推转去啦，天数哦限较需要嘅人啦。推转去？不过有掠到嘅钱，你都唔是烦恼，计条细个月嘅学费咧啊！不过太子啊，要做得去买吉他啊，吉吼咩唔是小嘅人得咧，唔拉实咧啊！推转去，摕打送咧啦！无啦，外地遐条嘅钱哦，真好用。不过人啊有数有局的啊，还望到爱人本事嘅程度啦。外地哦，原来遐个东西哦，颠倒哦，无安心啦。咩好啦，加条细鬼吼，可能要因为接触骗人的帮助，吃到啊输本人啦。不过啊，你讲的咩无唔错，吼又咩无数无局的。本家条细鬼啊，学习靠自家，会拿到佢自家想要的东西啦。本家条颜色吼，来看啦，搞几条用蛮吊的吼，很开样啦，吼。你做乜嘅啊？你们爱老了礼物送转去没？都做唔得，表爷本来加看一下毛，也很爱哦，辛苦接受方面成果的。好啦，来啦，给点钱哦，不易批啊哈。真香哦！谢谢大家。高手，你怎么来啊？报纸登这么大，不来人家会说我不关心老朋友。你不要求我了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查克的摇滚屋会一夕之间爆红啊。你可能离开镁光灯太久都忘了，在这个圈子，人可以一夕间爆红，也可以忽然之间被人家遗忘，全看你愿不愿意接受媒体的追逐。说真的，尔开了那么好条件给你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还在考虑一些事情。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换作是以前的阿雷，早就背着吉他飞到日本去了。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我不是只有一个人，我还要考虑春怡，还有那些小孩。是吗？是啊。我这一次回来，忽然发现，原来身边的亲人跟梦想是一样重要。亲人是永远都在身边的，但是梦想可是会瞬间消失的哦。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想想。我答应春怡要早点回去，再聊吧。阿磊，你好好想想吧，我会再去找你的，不要让我看错你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